先講重點，雅居樂振華路名門別墅，上下3層，帶地下車庫，235平方，398萬。呢個雅居樂嘅連排別墅中間位咧，同我之前拍一個柏岸嘅連排中間位係有少少區別嘅。呢個就係加大版 Plus。繼續嚟盤點中山三鄉全新裝修嘅連排別墅同埋單邊位嘅別墅。呢一套咧建築面積係235平方，佢實用面積接近400方，而且仲有電梯，一入門嘅話就做咗個玄關，房都唔要啦。咁呢邊就有廁所啦，廚房喺呢邊。廚房嘅話就係一個向西南嘅廚房，而且採光非常之好。咁電梯就喺呢個位置，因為佢空間有限啦，一落嚟嘅話就做咗一個下沉式嘅客廳。佢後花園咧直接係鋪咗出嚟嘅。而且呢啲做咗陽光棚，咁正常嘅後花園就好似呢啲咁樣嘅下沉式嘅後花園。佢咁樣做嘅目的咧，就為咗負一嘅空間更加大、更加實用。咁2樓、3樓咧，每一層各有2個透房，都係有陽台嘅。